呢次嘅分享唔係講教會增長嘅理論方法，而係想思想叫教會增長嘅聖經教導。呢度所講嘅教會增長係指喺教會裏邊不斷有人悔改、信福音，而信咗嘅人又不斷表現出信主、跟隨主嘅情況。所以呢篇分享係屬靈生命嘅講道，焦點係神對信徒教會嘅要求，係會對基督徒嘅生命有挑戰，唔會係輕鬆嘅信息嚟嘅。一個重生嘅基督徒，佢人生最大嘅使命同埋渴求係見證有人悔改信耶穌，自己領人信主，見到教會報道嘅時候有人棄假歸真。呢一個重生嘅信徒加埋聖靈嘅能力，喺佢努力領人信主嘅時候，就會出現一個變兩個，兩個變四個，四變八，八變16， 16變32。呢種嘅力量係無論得時不得時都唔能夠被壓制、被消失嘅。保羅喺羅馬被軟禁嘅時候，影響咗看守佢嘅御營全軍啊。腓立比書1:13。如果將嗰個渴求重心放喺教會本身，當教會出現狀況，社會人口同埋經濟有變遷，信徒同埋教會好容易不自覺嘅只顧教會，容易放軟手腳唔去搶救靈魂，變成跟隨教會多過跟隨基督。新嚟教會嘅人悔改、受洗、領受聖靈係感恩嘅，但係按主嘅教導，得救嘅人係預備進神嘅國，做主嘅門徒，行天路。馬可1:14-20。佢哋最自然效法嘅對象係邊個？係比佢更早喺基督裏邊嘅人。效法嘅焦點係佢哋係唔係跟隨主。如果喺初初做門徒嘅人出現嘅身邊嘅會友，佢雖然有聖經嘅詞彙、美麗嘅禱詞，但係佢係睇重而家過於將來，正係誘導緊前者走闊路唔走窄路嘅有力推手啊！與其話渴望教會增長，不如話渴望全教會都以祈禱傳道為事。牧師傳道人其實只係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。使徒行傳6:4。但係基督徒都應該係咁樣嘅人。有屬靈生命、真門徒佔多嘅教會必定會增長，但係當人向現實低頭，將福音同埋神嘅道溝淡，留喺教會裏邊嘅名叫基督徒嘅人，就係傳福音、培養門徒、教會增長嘅最大阻力。求神憐憫。